各位世界各地的莲友们，大家好，南无阿弥陀佛。很高兴来为各位下面介绍这个蕅益大师的一段话。这个蕅益大师，我曾经在3年前也曾经写这段话，也曾经讲解过一遍。但是呢，因为这个话太重要了，对我们众生来的密不可分呐。你想不想解脱嘛？你想不想成就？你想不想发愿西方啊？这段话你不能忽略，你要永远依教奉行，要谨记在心，谨记在心。所以因为太重要了，所以我今天师父又重新要拿出来复习一遍，不但要鼓励大家，也鼓励我自己啊。鼓励我自己，各位，蕅益大师是我们净土中第9代的祖师啊。后来的人才发现，因为他学问太好了，写出来的文章太精彩了，对后人的鼓励那受用是太无穷无尽啊。所以大家才知道，原来蕅益大师是谁啊？是释迦牟尼佛的再来人啊。你看，佛成愿再来了。又来鼓励我们末法众生，你看蕅益大师多伟大呀，多伟大啊！他讲的这段话，我们一定要深信不疑。阿弥陀佛是万德洪名呐，洪名我们一般讲洪名就是你的姓名嘛，你的姓名是什么？就我们讲万德洪名，一切的功德的浓缩结晶，是一切功德的化身啊。所有一切的功德在哪里？在洪名，就是阿弥陀佛这名号里面啊。洪名就是阿弥陀佛，叫做洪名。洪名呢是万德，这是一切功德的浓缩。你想想看，这些阿弥陀佛重不重要？来，释迦牟尼又说了，你看这个阿是一切三世诸佛，密是所有的菩萨罗汉啊，陀就三藏12部一切的他的经典，他的修持他所有的一切经咒，全部都在这个阿弥陀这3个字里面。所以我们由此可见，万德洪名是所有整个包天包地包山包海所做的佛陀为众生牺牲奉献舍身舍命一切的功德的化身，就变成这个阿弥陀佛这4个字喽。这4个字以名造德，以名造德，造就引来嘛，引来，因为他的名号成就了，他成佛了以后，名号才会出现。名号出现，招来就引来太多的功德了，都在名号里面了，都在这个名号里面。所以他的名号有无量的功德，无穷无尽的功德，无量无边的功德，都是在这个名，用这个名里面，都在这个名号里会招来这个功德。好在召就是呼唤的意思，我呼唤，把所有的功德都呼唤过来了。我们不是有召集令吗？召集令，我们要知道吗？呼唤大家赶快集合！佛呢就把这个所有的功德都把它召集在一起，各位对不对啊？这个叫做召，以名造德啊，召集引来所有一切的功德在名号里面，罄无不尽啊！罄就好像我们一个水缸一样，水缸，你看一个这么大的水缸好像一个密闭的，那它里面呢没有，都用完了，什么完了？功德把它装在里面，已经装得满满的，没有一点空隙啊，没有一点点空隙，没有一点点留下任何空间，这叫做罄无不尽，没有说不彻底的，没有一点点遗漏的，它那里面是满满的，一点点位置都没有了。知道吗？就是罄无不尽啊，不尽啊！这个已经把这个名号里面这个名号里面呢，它的所有的功德呢，名号里面的功德是罄无不尽，是圆满的啊！在这个名号的里面，它是全部都是记足的，全部都记足，没有一点点遗漏的叫做罄无不尽。这样听明白吗？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
名号就代表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的功德代表阿弥陀佛的本身。所以既然知道，故即以执持名号为正行。为正，所以我们就以执持，执就是要抓住，持就是不要放哦，你不要放，把这句名号一直抓住，抓住这个名号为正行，就是我们主要的功课了。正行嘛，你最主要的功课，把它当作生命一样这样的，我们要仰仗它，我们要依赖它，我们时刻分秒都不能离开它，那就叫正行。以这个最为你主要的修行，主要的修行，不必再根色观想，你不必要啊，再牵扯到啊，我要念佛，我要观想嘛，观想什么什么哦，天地怎么样呢？用观想的方法，不必。他说不必，你不需要的，不需要，不要再浪费这种做法。参究你要参话头吗？还要去参禅吗？或者研究了什么理论吗？这些种种的修行，你不必要去牵扯，不必去牵扯啊。那这样很单纯的，你就要把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可以了啊！你看，偶益大师告诉我们这一段话，你不必要，不需要。不需要，你不必再浪费，你不要去牵扯到要观想的方法，或者参禅、参话头，你要去研究什么内容等等，这些修行你不要浪费时间。这个只要一句佛号念佛，原来名号里面就已经记住一切的功德了，一切的福德了。各位，他阿弥陀佛所修行的，不管你看修行戒定慧，都在名号里面。阿弥陀佛修的戒在名号里面，修的禅定也在名号里面，修的开的智慧最圆满、最高超的智慧也在这个名号里面，那个都在里面。所以呢，你不必再牵扯这些外在的，要用什么来补助、来辅助它，不需要。所以名号里念佛的时候，至简易、至直接，也是达到最简单、最容易。而且到了这最快速的直接，就是快速嘛，最快速，不会拐弯抹角，啪一下就到了。你念佛就成佛，念佛就到西方，西方当生成就。这个你看，偶益大师讲这段话重不重要？哎呦，太重要了，各位莲友们，因为太重要了，师父哦，今天特别在提醒你们，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对念佛要有信心。原来所有祖师大德这么苦心哦，对我们这么疼爱的心哦，来苦口婆心劝告我们这一段内容哦，我们听了满心的欢喜。以后我就一信永信呐。一信永信，从我现在信阿弥陀佛的名号以后，我永远不改变了。我发愿，从现在开始到我往生，我永远不换题目，永远不换题目，一心念到底，发愿到西方，阿弥陀佛绝对救度你。好，今天我们用这样的内容来跟各位大家勉励啊，互相大家交流啊。我们用这段话，我要深深的希望你们坚定信念，坚定信念。你只要念佛，以后一定消业障，成就你的道业，功德圆满。谢谢大家，阿弥陀佛。